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亦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作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摩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一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说缘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护疾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缘显化在谷中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稳圆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垠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此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此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自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金陵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折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化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说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此念一遍神通大，此念2遍得超生，此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
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。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说缘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不及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缘显化在谷中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文源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儿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自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8大金刚来护法，4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无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说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只念1遍神通大，只念2遍得超生，只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。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坐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说缘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
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缩元显化在古宫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文源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儿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适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热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智慧菩萨救众生。引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。得体造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吴王赐令记下身，说服难言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只念一遍神通大，只念2遍得超生，只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。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首。为相文，弟子姓氏姓李，杨彩祥，弟子赵长愿林，侯诗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回向于回向彭世明大德，彭世明大德，恳叩祈求恳叩祈求弥勒祖师、弥勒祖师、南海古佛、南海古佛、济公活佛、济公活佛、月会菩萨慈悲做主，月会菩萨慈悲做主，愿彭世明大德愿彭世明大德往生西方弥勒净土，往生西方弥勒净土，回归老母怀抱，
回归老母归怀老抱，母怀抱，愿生弥勒净土中，愿生弥勒净土中。莲开便见慈尊容，莲开便见慈尊容，地得不退无上道，即得不退无上道。在随菩萨下言福，在随菩萨下言福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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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学今晚就学习到这里，感谢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大德，晚安。好，感谢宰祥前贤为我们导读。感谢杨坛主慈悲哦，感恩有钱的慈悲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袖、各位领案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再见喽。晚安。再见。前贤们晚安喽，再见。愿将以上诵经的一点点功德也回向自己的弟弟赵天顺，祈求仙佛慈悲，帮助舍弟赵天顺，帮助往生弥勒净土外院，感恩上天慈悲，